相信，相信，相信时间会替咱证明一切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真心情过着山盟海誓。山盟替你爱你无后悔。相信，相信，相信时间会替咱证明一切。阿母，你还袂困哦？你可去大海遐说，你敢知影人外口讲啊偌歹听咧？讲大海还袂结婚以前，你就安尼迷死迷乱，袂见袂消，一直要去顾人。我还阁无讲啥，我想讲，你若会当用你的真情去换一个翁婿，安尼。我嘛替你欢喜啊！也毋过，人爱海结婚啊，即摆阿梅离家出走，你还阁住因兜安尼出出入入，人安怎讲你知无？人讲你苦袂徛煞因翁啊，无紧去坐阿梅迄位。你想看觅，我做老母的人听到家己的查囝王讲安尼，心肝是偌艰苦的。随在因安怎讲啊，我也无安怎，因安怎想，我才袂插。你无爱插？我这个做老母的，敢会无爱插心？阿桥啊，你哪无爱留一寡互探听咧？无将来人谁人家娶你咧？我也无想要结婚啊，我袂嫁啦。小等，你这个查囡仔，愈来愈唔是款，你规个心肝内。敢若害因兜的人尔，你有想到我这个做老母的，我敢若你一个查囝尔。我是望你将来会当找一个好的归宿，要若无，我是要安怎去记你老爸咧？你要决定安尼时，你敢有替我这个阿母想看觅？阿母是偌伟阿伯，你知无？阿母，我知影，这我拢知影。也毋过，我心内敢若爱阿海啊一个人安尼。你若硬要叫我去嫁互别人哦，安尼我嘛袂快乐，我甘愿去死啦。阿桥啊，人阿海心肝内敢有你？你若着付出遐济，你是何物苦咧啊？袂要紧啊，拢嘛袂要紧啊。只要我会当为伊付出，安尼我就足满足啊。王查囡仔，你哪会这样讲？哪会这样讲？对，好啊，两位这个款咯，马马虎虎啦。好。王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，请你来阮兜坐坐咧，好无？啉茶啦。好。平平啊，住伫共庄仔内，我可无迄个机会吼，请你来阮兜坐坐咧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是我王哦，较憨慢做人啦，老厝边拢无来甲你拜访者，实在足失礼。我嘛唔知影讲咱
两家伙啊，到底是有缘还是无缘？自顶回吼相亲了后，我就想讲，阮阿舅啊，甲恁兜都完全无关系啊，想袂到代志煞颠倒头行。恁阿海还袂结婚以前，阮阿舅啊，就定定去恁兜安尼出出入入，我是真甲伊苦劝。我甲伊讲啊，有喙无烂。我讲，你毋通为着一桩吼无可能的婚姻吼，干嘛咧浪费家己的青春啊？结果咧，伊都拢毋听，颠倒对恁兜的人吼，愈关心愈亲，也甲恁阿妹结做姊妹仔行。我这个做老母的看呢，一方面是足毋甘的，一方面是想讲，我这个查某囝吼，伊的心肝还阁真善良，真仁稳。那阿舅啊，这查某囡仔吼，真善良，真乖啦。阮阿舅啊，做代志吼，真固执啦。伊对恁阿海吼，会用感情用啊遐尼深，我根本就想袂到。过去阿梅伫咧厝诶，伊嘛是咧关心阿海啊。即摆阿梅无伫咧，伊嘛共款安尼。王啊，我嘛要知影讲，阿梅到底会阁转来袂？即摆离开平家，伊是下真大决心啦。我看伊要转来吼，是真无可能啦。阿梅敢怎安尼要甲恁平家断绝关系？爱敢做会落去？伊心肝敢袂艰苦？会啦，我咧想吼，伊嘛会艰苦啦。伊只有伊的翁婿，阁有伊的囝。是讲，你若向甲我问一款话啊？王啊，阮阿舅啊吼，伫咧背后，风讲啊真歹听，我实在忍受袂了啊！啊，要叫伊讲，莫去甲恁关心吼，伊嘛做袂到啦。所以，我是讲，这个问题需要你替我解决。即马有一个办法啦，就是讲，互恁阿海吼来带阮阿舅啊啦，安尼大家都拢无话讲啊，对无？也毋过，阿梅即摆阁阮海的某呢？这我唔管啦，啊，你拄则毋是讲吼，以阿梅的个性，伊无可能阁倒转来。啊，即马你会阁互阿海啊，甲阿梅离婚就好嘛？陈新牛，你的牌啊！多谢啊。我玉梅。玉梅小姐，多谢你顶摆互我遐个钱，一个省份人竟然对阮展家这么大好，你的恩情我毋知要安怎报答。你的处置吼，是阮查某囝伫咧名义的笔记簿内底找着，这张批嘛是阮查某囝替我写。我除了甲你感谢以外，顺续要问你，毋知你有去过台北无？假使你若有去，啊，你敢找有阮媳妇甲阮孙？我足思念你，我逐工若想着阮孙，我目屎都会直流。杨梅小姐，你是毋是会当互我一个消息？惨又惨！王伯啊，你转来啊？今日有较早哦。恁老母去渔港找我啦，请我去恁厝里坐啦。主要咧讲你的代志啦。想阿舅啊，你敢一世人拢无想要结婚咯？迄一世人是久久长长咧，你为着阮遐安尼，敢有价值？你毋通遐戆啦。
伯啊，你毋免替我烦恼啦，啊，我袂感觉我戆啊。即马吼，我逐工拢会当来平假，逐工拢会当甲恁做伙啊，我感觉我足快乐的啊。也毋过，王啊，亲嘛，你来啊？嘿啦，王啊，这张批吼是一户姓詹的小阿妹的啦。迄批内面就问看讲阿妹有去台北无？所以我咧想讲哦，阿妹可能是去台北啊。伊要去台北进前吼，凡是有去探访因这姓詹的邻家，你照册去问看卖啊，要定找会着。阿妹啊，有消息啦，有消息啦。亲嘛，我就知影你有咧真挂念阿妹啊，吼。好啦好啦，啊，阮吼才照这个所在来探听看卖咧，啊，真紧吼，甲阿妹啊找到，啊，甲你见面啦。你莫误会吼，这并无代表讲我回心转意要接受阿妹，嘛无代表讲我已经认为着啊。我会记得我捌讲过啦，我是无希望讲伫生啊遐细汉吼，母一个老母伫身躯边甲照顾。阿妹若有转来吼，我希望伊倒转来皮家，毋是转去阮林家。乖乖，咱来转吼，乖。叫啥物叫啦？七早八早就走出去冒费时间到，毋知要出海，你搁好意思叫阿大声？啊，无好大声，你是有听到哟？阿妹啊有消息啦！啊？阿妹啥要转来啊？毋是阿妹写的啦，啊是恁丈妈吼，拄好去咱遐啦。啊，伊讲有一个姓詹的写互阿妹啊啦。啊，这批来敢若讲阿妹啊吼，伊敢若要去台北哦。啊，问题哦，你就照这主旨去找迄姓詹的啦。啊，凡事会当探听阿妹啊消息啦。你敢知影？我拄则逃走去倒位？走去冒费吼。我去电信局，特别打一通电话哦，去咱的母校，你敲着去母校创啥？替你申请补发毕业证书啊！互你用迄个教务主任安怎讲？啊是我你嘛约袂出规矩，我你讲会好啊？伊讲哦，半个月以来一定寄到位。真正的啊？阿舅啊，我知影甲你说多谢了好无？啊？你甲说多谢哦，不过有条件呢。啊，什么条件？这个条件就是吼，一支鸡仔饼就当甲我加个蛋仔。鸡仔饼遮简单。甲你讲笑的啦。多谢你啊。哪你讲啊？这是啥呐？啊？无，我可能是伤欢喜啦。你面色无介好看呢，手阁遮尔烧，是毋是发烧啊？阿舅啊，你去做工课啦，无等下吼，护士你若看伊等要食，都甲你骂呢。哎呦，迄只老妖怪吼！好啦，我紧来去啦，要若无吼，我一个好好的小女，到时2个月操甲变豆骨。去妇院啦，吼。好，我来去哦。我要吵死你！你嘛较拜托过哪里？你嘛安切死哈！但你有切死啦无啦？我要吵死啊！已经切掉啊啦。哦，啊你切掉个大声啦是个。哎呀，那伊就是囡仔就好啦。啊，囡仔，囡仔，咬阮了呢。哟，啊你看我是怎？哎呦，看来，看来来哟。进来看卖。哎呦，这敢有啥喏？你后面电话是要安怎啦？我是敢要去挂掉。我嘛毋知影。哎呀，免问遐尼济啦，紧带伊来去互医生看，较要紧啦，紧啦，紧啦。好爽，贵人苦笑，等我笑啦。
提醒。无啦，我那句啦。老母啦，嘿啦。那你先过好，啊，恁对我来。好。你好啊。你那个看旁边。啊是安怎？副处长，你个囡仔咧发烧，啊，老医师咧哈。外口有一个车祸啊，伊去急诊啦，等下再转来。安尼阮查某孙那边怎？大即马发烧到安尼，某某拜托先帮我看者，好无？拜托啦。你先莫紧张，你先莫紧张。副处长，你乖哈，你上乖哈。看来有发烧无吼？哎，点点哈。你来伫遮啦？啊，我伫遮做工课啦。啊是谁破病吼？啊，就讲阿云啦。阿云？嘿啊。我是安怎？啊，就发烧啦，毋知嘛，毋知安怎，咱无代无志发烧你咧。哎呀，安尼伤歹呢啦。学习，啊你捌因哦？伊就阮阿兄的查某囝啊。哦。对，你个喙开开吼，啊伊看卖啊，嘿对，啊吼，乖啊。伊就是恁村长讲的迄个杨梅晓。嘿啊。哎呀，我混嘞。这。孙长，你来遮创啥？请问阮查某囝安怎？无代志啦，囡仔甲他感冒尔啦。先食一个退烧药啊，等下老医师转来会搁处理啦。多谢。副处长，什么代志？我看伊个敢若毋是感冒呢。毋是感冒啊，无是啥？我看伊个身躯安尼起一点一点，应该是克萨奇病毒哦。起一点一点的，可能是皮肤过敏啦。佮再讲我拄仔检查验后，啊喙内底无破口也无烂去啊，哪有可能是克萨奇病毒？你拄咧检查验后时，我都有看到，我看伊喙齿花拢红红的。喙齿花红红哦，原因真多啦。我是有25年的医护经验的呢，我的判断吼绝对无毋对啦。这款镜头我较早捌看过，这绝对是克萨奇病毒无毋对，这绝对袂使拖的啦。吴小姐，我无时间甲你钱哦。佮再讲，你是一个清洁人员呢，你凭啥物啰里啰嗦出这么多意见哈？我毋是要甲你治，这是关系到囡仔的性命，这万若出问题，这什么负责啊？无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的判断错误？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讲，若万一要安怎？好，既然若安尼哦，你是囡仔家长，你来决定啦。假使你若毋相信我的专业判断，就甲囡仔抱转去。对阮病院来讲，加一个病人还是减一个病人，对阮是袂要紧啦。哎，无咯，拜托啦。拜托你莫生气啦，阮绝对是相信你的专业，就照你讲的，先甲阮查某囝退烧啦，拜托你。哦，村长啊，你莫遮尔紧就做决定好无？伊这绝对是克萨奇病毒，无毋对啦。你莫一直救助阮查某囝好无？护士长都已经判断出来，讲伊敢若是感冒，你为什么要讲我遮尔啊严重？讲是啥物病毒？只要你莫甲阮查某囝卡着，伊就袂得着啥物病毒啦。你敢若是一个摒扫，你凭啥物来讲阮查某囝的代志？你看你的手，遮尔啊开高，若是甲阮查某囝画着，看你要安怎？好啦，是的，算我给管囡仔事。学姐，阿菊啊，记甲囡仔煮一顿退烧的啦。哦，啊无麻烦你甲囡仔抱对我来做啥啦？紧来。我陪啦。好来。
门前呢。老医师，有一个两岁查某囡仔发烧，即摆来急诊，麻烦你看者。阿舅，你是在创啥？迄囡仔敢若感冒尔，你哪要耽误老医师的时间？什么咧感冒？我感觉学姐讲了无毋对，有可能就是科沙奇病毒。你讲啥？科沙奇病毒？对，伊有3种症头哦，甲科沙奇病毒是同款的。阿舅，等下老医师若检查出来毋是科沙奇病毒哦，你就知影。我甲你讲，别讲啥，别甲我抬头，要抬做伊抬，我才无咧惊你咧。你敢知这个世界上啥物上大？若无做吼，我上大啦。医生，安怎啊？这个囡仔送来病院进前，是不是一直哭？是啊是啊，伊哭规暝，一直哭袂停呢。哎呀，胡处长，你是来诊断的啊？这个囡仔确实是科沙奇病毒的症头，你知影？医生啊，囡仔敢有性命危险？只要会当互伊退烧，应该无性命危险啦。胡处长，你去抗生素加插在地基内底。阿伟，囡仔厝有破空，你用止药水甲抹者。医生，多谢你啊，多谢。免客气啦，我会尽力。阿叫，啊？麻烦你甲我出来者。哦，多谢你哈。多谢。多谢吼。好佳哉老医师发现了早，若无我毋知会安怎。哟，这个梅吼，迄断镜头真正有准的啦。春丽啊，我换你共误解啊啦。都是讲的，阿梅哦是真正为咱阿芬好呢。阿叫啊，你拄则讲，你有一个学姐早就破案出来讲，迄个囡仔是染着科沙奇病毒。你讲的这个学姐是啥？伊是阮台南学校的学姐。台南学校？是啊，迄天伊手受伤，你替伊提工水迄个查某囡仔。是。就是咩？老医师毋是我咧爱讲你，阮学姐遐尔啊优秀哈，你竟然叫伊做清洁工，你真正是目睭糊喇吧你？是咧，老医师，我毋是调工，我讲话比较较紧，你大量，你千万毋通甲我抬头，拜托，我毋是调工的啦，是咧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只要你莫甲我抬头，我就真敢知啊。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安尼讲我会歹势呢。你个学姐叫啥物名？王玉梅。王玉梅？是啊。伊那遐是毋是叫林木春？林木春是啥人？嘿，毋对诶。阮学姐姓吴，啊，你无春姓林，哪有可能是兄妹啊？你学姐即摆伫倒？你带来去找伊。哦，学姐，哪尼啦？实在哦。伊的工作已经发扬开了啊，现在搁咧叫伊做工课啦。什么叫做工课尔？阮学姐吼，为着要达到迄个路样，无啦，护士长要求，伊看伊手受伤，就拢爱倒去放迄个垃圾水。阮学姐实在足可怜的。护士长哪安尼啦？啊，老医师拄则听你讲，你捌阮学姐哦。我甲伊是不熟悉啦，不过。伊若真是林木春的小妹，我甲伊阿兄是熟悉。你捌因阿兄？那呢？你一定知阮学姐吼，伊捌发生过什么代志？因为我甲问伊，拢也无要甲我讲啊。唉，伊若真是我所讲的迄个王玉梅，算起来伊是一个歹命人。自细汉，因爸母就因为抗日，叫日本兵害死。好佳哉，后来去互一个林医师甲伊收养。想会到，伫半年前，伊差一点仔变做一个叛乱犯。叛乱犯？爸，阿桥，好啊，紧去啦，找人要紧啦。我即摆若去展架，有阿梅的消息，我可能会直接出发去找阿梅，无伫甲几啊工才会转来。厝内的代志，厝内的代志吼，有我斗3工照顾啦，你放心啦。阿桥，多谢啦。
立新啊，你只等阿爸回来吼，阿爸一定会甲阿母带回来，吼，你一定要乖乖等我哦。好啦，我来走。这是阿妹啊，甲阿海啊最后一摆的机会。王伯啊，你是咧讲啥？什么机会啊？阿桥啊，我毋管你心肝内吼是伫想啥啦。即摆吼海啊，若是甲阿明带转来，我是无希望你吼，搁定定来阮平家啦。你吼找一个翁嫁嫁。啊，万不是阮海啊，若是无甲阿明带转来啊，我乃可恨阮海啊，紧甲阿明伫来带你做某啦。王伯啊，袂用的啦，安尼对阿妹无公平啦。啊，我无安尼做，啊，对你敢有公平？阿桥啊，你也希望阮平家吼，会当踮咧这个所在过来徛起吼，你就爱吼体谅着我就对啦。啊，搁再讲吼，啊，恁老母嘛已经开喙啊，啊，我敢会甲放话假做无听着。我虽然吼是毋甘嘛，搁毋愿啦。阿明伊也真是毋转来吼，我讲啦，代志就安尼做决定啦。王伯，我嘛是盼望阿妹啊吼，伊会当来体谅我，会当来谅解。借问一下哦，什么代志？你敢是陈香菜女士？是啦，啊，先生你是？你好，我是阿梅的翁啦，我叫阿海啊。哦，你是阿梅的翁哦。内底遐济啦。免啦，我是想讲来甲阿姆探听阿梅的消息啦。要探听阿梅的消息？哈，我想讲哦，阿梅来这拜访过了，啊，唔知会去对找恁的媳妇甲孙哦。哦，阮媳妇因后头厝哦，是住伫台北石顶的庄卡啦。啊，伊有讲过，敢若想要去找因呢。啊，台北遮尔大，啊，石顶唔知伫对。不管啦，我嘛还是台北一转。阿姆，多谢哦。啊，嘛咧奇怪，阿梅来遮要找人，啊，则换人来要找伊。阿梅的人啊！阿梅的人啊！阿姆啊，什么代志啊？我有听阿梅在讲哦，讲伊咧先去台北找一个朋友，因迄个朋友叫做啥？叫做春潮呀。啊对啦，春潮啦。啊，讲春潮因大兄吼，伫咧台北大地定开一间大旅社，迄间旅社叫做洋洋大旅社啦。安尼啊？阿姆，多谢。袂啦，多谢啊。杨仔济啦。哦，多谢。啊，慢行。囡仔已经退休，会当带转去。多谢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扶了。来哈。小，是讲，我是毋知你讲阮学姐有啥物无爽快的所在啦。进前你对阮学姐遮尔啊无礼貌，我希望讲你以后会当改进一下。要若无，你以后若有啥物辛苦病痛，莫来阮这间病院，因为阮遮无欢迎你。阿兄，有啊，你先带春潮因某囝转去。啊你嘞？我另外有代志啦，莫问遐尼济，你紧转去啦，紧啦。好，多谢。阿梅啊，你真心啊哦？请问你是？哦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啦，我是春潮伊阿遐的妻仔啦。虽然讲哦，我甲伊阿遐还袂结婚，啊，毋过春潮哦，嘛是叫我一声嫂啊啦。嫂啊，遐济啦。哦，对啦，这水果要互你食的啦。啊，安尼哪好意思啊？免客气啦，我放遐吼。多谢。
本来有少济话想要甲你讲的啦，啊，毋过即马看到你，雄雄煞毋知影要为倒位讲起啦。什么代志你讲无紧啊？是安尼啦，我有听村长哦提起你的代志啦。我本来就是讲哦，你是一个，辉弟你嘛知影，村长对你本来就真有意见，我都毋免讲遐尔清楚啦吼。啊，毋过我今日哦，头一摆看到你哦，我就感觉哦，你毋是亲像村长讲的迄款人呢。这几工啊哦，我嘛有咧观察这个村长啦，伊的性地哦是有较倔强啦，啊，毋过心肝也袂歹啦。若毋是你互伊误会真亲，我想这个村长哦，应该袂讲出遮尔歹听的话才对啦。阿妹啊，你甲村长到底是有啥物误会？为你月车袂困，心思摆头白云，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妹啊，你甲村长到底是有啥物误会？你无想要即马甲我讲嘛，袂要紧啦。是讲哦，我真正足烦恼你呢。听讲你嘛有一个囡仔，是安怎无带伫个身躯边啊？我着厝诶有一寡代志，所以我姑母离种才离开厝诶。囡仔我无都带咧身躯边。是毋是甲伊囝判落案有关系啊？有故乡，煞无法度转去的人，实在是足歹命的啦。唉，其实啊，我嘛共款啊。你是走去倒哈？是安怎我去恁店的找你，恁店的人讲你无去上班，啊，即摆是安怎？去搭着大刀啊，连班都免上啊！我就知，这个年代吼，女性有情无情是无啥物路用啦，为着新台票，啥物代志都敢做啦。人伫外口咧风骚，我家一个推啊伫厝咧等，哼！我真正是推过我。啊，无你即马是咧讲啥啊？阿天啊，你要交别个查甫人，你嘛甲我讲一个就无要紧，莫互我袂某做大句，我搁家己唔知影。你即马是咧讲啥啊？啥物人互你爸母做大句啊？我有要紧的代志无去上班，我的心情都安尼乱糟糟啊！转来厝，搁爱互你糟蹋，你当做我是啥啊？哈！我规工闲闲无代志，就去找查某，我见一个爱一个，用我做事的查某人是无？罗雄雄啊，你安尼无证无据，你都安尼冤枉我、侮辱我，你真正是无良心，你真正是无良心啊你啊！我安尼四过找无你，你要出去，你也唔甲我讲一声，我当然我白想啊。你哦，都规工闲闲无代志啦，糟蹋你无，你上戆对吧？我哪会有啦？啊，讲几百个人哦，我嘛暗唔知你即马去倒位。好啦好啦，你莫甲我生啦。啊，我四过找无你，啊，我掠准你失踪去啊，我敢真正袂紧张。啊，站你安尼3更半暝还袂转来，你一个查某人伫咧外口，我敢真正袂烦恼哦。我知啦，你是甲我关心对无？我甲你讲啦，我会遮尔晚才转来哦，我是去找阿梅啦。啊？你找阿梅？是啊，其实哦，咱拢错怪阿梅啊呢。阿梅即马无所在通好去啊啦。啊，迄个林家迄个老查某，即马哦已经无爱认字做查某囝啦。伊所嫁的平教嘛无法度转去啊！嗨，阿梅即马已经是有路无厝哦，走投无路啊啦！较凄惨哦，真是有影无影。当我
一片，你要创啥啦？来啦，坐啦。安那达，应该哦是恁村长甲咱误会啦。我安怎看啊？这个阿梅拢无亲像会抢人红婿的人啊。我无这个感觉呢。真的啊，是假的？哦，拜托我，你卡袂叫，咱就拍了，真正拍会这样，上到这名摇酒的拜神，你知影唔怕？哎呦，那是的啦，是的啦。好，我甲你掠领啦。别！哦，你这世人唔捌对我这温柔过，我咧看，你一定有啥物阴谋。来安尼啦，来坐落来。你安尼来哦，我听了真正是生悲啊！妈的！啊，无我即摆叫你坐落，互我掠你，你无即摆就啥？好，你较做声呢，会去打着囡仔啦。坐落啦。哦。安尼爽快无？啊是讲，姐，啊你到底有啥物阴谋？无你嘛较早讲来偏帮的。阿雄啦，既然吼，咱两个人的想法拢共款，那安尼，咱是不是应该想一个办法，或者阿梅甲村长两个人和好？你讲对无？哦，啊你阴谋就是这样。嘿啊。安尼较大力嘞。哦，安袂歹，这会算。这。哦，这边蛮救家庭。哦，对，食啦，啊，搁食。喂，我甲你俩人已经真委屈啊！你搁好意思直接唱唱哦？你答应啦？答应啦，我昨都答应啊你。呀，你真正答应啊！唔通倒来就好。你有较爽快无？有啦。王小姐，请问你是毋是林木村的小妹？你哪会知影？正是你。是安尼啦，之前我伫台南病院服务的时阵哦，我是江大山的同事啦，所以我甲恁阿兄有熟识。我嘛请来听江大山提起你啊。原来你跟阿兄有熟识啊？既然你是木村遐的小妹，我煞无好甲你照顾，实在感觉真歹势。王小姐，我老医师，你莫遮尔客气啊！你叫阿梅就好啊。阿妹，你若是无气嫌吼，等你的病若好，我希望你能留待在遮做护士啦。啊，不过我顶面听护士长讲，毕业证书的代志吼，你做你放心啦。我知影你是台南学校毕业的，就算讲你无毕业证书，我嘛是要请你啊。因为这间病院是我开的，我会当做主啦。啊，若是护士长迄边吼，你免烦恼，我会处理。老医师，其实护士长咧做嘛无唔对，病院本来就有病院的规矩啊，你千万唔通为着我的代志去责备护士长咧。好啦，若是这点吼，我会尊重你的意见。啊，不过阿妹，你要先答应我，留待在遮做护士，好无？老医师，假使讲你若是因阮阿兄的关系才收留我，安尼我心动袂起呢。你千万唔通安尼讲。其实我对恁兄妹啊，迄款追求理想的精神甲勇气，我真钦佩。这是我一点点仔心意，我希望你莫拒绝我。搁再讲，我知影你是一个真有经验的护士。我听阿叫讲，就是因为有你的提醒，才救着迄个囡仔性命。那我无代志啊，啥？是啦，我已经去看过啊，已经退休啊。阿妹，你是安怎想？这是阿芬，是阮阿兄的查某囝。原来你是木村遐个查某囝。歹势吼，请问一下，你敢知影银行大女车伫对啊？唔知呢，唔知影哦。多谢啊。请问一下哦，你敢知影银行大女车伫对啊？知，多谢啊。请问一下哦，你敢知影银行大女车伫对啊？唔知啊。多谢啊。嘉琪，既然叫做大女车，
应该足大间的才对啊，哪会无人知影？为你袂吃袂困，心思摆头白。心只爱伊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哦，逐工有当困车，我要乱爽。你搁好意思讲，白白是食人头路的啦。人村场哦，即摆毋知影做偌济工课，你搁好意思伫遮春轮话爽？哎呦，但迄是你是慢，我是要互伊有表现的机会，你知？表现的机会，煞在，啊你无听人强说啊讲，看阮小袂表现，对毋对？我做大兄做命，你工课拢甲叫甲伊做，啊你都无表现啊，对毋？哎呦，有你这种兄哥实在是有够了咧啦！钱互你骗了了毋讲，即摆伫咧同一个所在做工课，搁爱互你骗哦。哼，讲正经的啦，若是话做恁做嘛，我早就举菜刀甲你扑啊啦，然后囡仔吵了，过去去跳海。这个，哎呀，你兄是安怎？这个食着日本人的枪支哦，歹正经。哼，笑在，等，啊你兄是安怎？一个面积敢若200万呢？啊你是咧烦恼啥？我是咧烦恼，等下是要安怎考劝恁小妹啦？哎呦，这做人就是安尼，拄着小可代志落错，啊，但伊是我的小妹，我是个大兄，较等下我甲讲，伊若唔听，较等下我等下斩到叫到。干嘛呢？煞唔知，你唔相信我的人格，你嘛要相信我的体格，对。真了。你说啊？嘿，无用哈。你今仔佫真忙碌，会去上到这边腰子，你知无？紧讲。好，咱毋是要讲啊。真了，来，你遮坐，阿兄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来，坐啦。哎呀，有啥物代志啊？第一袂歹吼，你知跑的。上啊。哦，真了。下阵尔后头，你就知影我要讲啥哩咧。我知影啥啦？啊，就，嘿，头家有钱无？有哦，头家讲遮尔晚，恁哪个还袂来上班啊？吼，头家讲，莫猜。啊，毋过头家娘讲要扣你薪水嘞。呀，扣我薪水？哎呀，你头早讲，有代志要甲我讲，毋是？哟，啊，顺着，下阵尔就。你若说，伊较清楚，啊，伊口才好，伊甲你讲，你点点啊听伊讲，膝头我替你做，你甲讲，讲。是啊。嘿啦，春流啊，这数学吼，数学嘛，雄喙焦啦。是啊，若是无代志，我去做事啊。哎，走，坐咧，啊，春流，你坐咧，你听你数学讲，工课我来做到，好，坐咧，对啦。坐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所以是想要甲你讲吼，迄个，就是迄个代志。这问题。好，你啦，你去，来叫佢，来，整记者来啦，来。啊，你哪来遮啦？春秋啊，哦，啊你照够歹坐呢，哇，我坐个。啊，恁两个人熟悉哦？啊，会交来朋友啦。哎呀，阿嫂，啊有啥物代志，另外甲讲啦。哦。还要内底讲。迄是啥啊？啊，大海啊你。我煞毋知，我无创伊人啊，阿海是啥？我免来知啦。讲个你哦，人讲查甫人哦，就死早，都敢若剩一支喙啦。啊，你是安怎？这傻傻通尔呢，都敢若会讲大声话啊？哎呦，你唔爱啊，你久笑皮无要好无？但是啥物人讲，要甲因两个超好好咧，啊你，我都拄则叫你讲咧，你你袂出大志咧。哎呀，啥物人参照你哈？啊，拄着代志，走敢若飞咧。哎，莫切啦，少飞啊！你换哪共款啦你？
我是要来找阿梅的啦，你知影无？伊甲你同款，已经离开阮兜啊呢。离开恁兜，什么意思？你敢若我唔知影的款哦？我看阿梅应该是无来找你。我是无看到伊啦。但是村长，我听讲阿梅会来找你呢，无安尼啦，我踮遮留几工啊，等看伊会来无？安尼敢有方便啊？伊要伫咧遮住几工，敢袂算较俗的？嘿，安尼7节吼，8节7节半，歹势，这是吼阮做熟悉的人客，阮才有特别安尼三秘术的呢，这阮店的规矩啊。啊，阮这头家哦，逐工哦拍这拍带，凊彩讲讲的。多谢多谢。啊，欢迎你大啦哈。这间好无？好啊。袂歹呢。哎，想袂真好啊，我开订一下。哦。锁匙我甲你放遮。村长啊，你是毋是还阁毋肯原谅阿梅啊？若准我换做是你，你敢会原谅伊？若是你上好的朋友，你上信任的朋友，抢走你上爱的人，你敢会原谅伊？虽然我无外巧，啊，毋过无趁像你遐尔戆啦。咱好控一个啦，过了先煞了代，莫搁甲伊斤斤计较啦。你讲我甲伊斤斤计较，为什么你逐个都袂晓徛伫我内场替我想看嘛？为什么你逐个拢叫我原谅伊？敢讲你逐个拢认为我毋对？我以前受的害，食的苦，为什么你拢无看到？咱讲玉梅吼，处处拢咧为你设想，伊日咧替你讲好话吼，口口讲无论咱怎都袂使对你生气。阿叔，你欺负头家娘哦？我敢会好打，我就毋是鸟哥，有够刁命。头家娘是为着阿梅啦。阿梅哦，如果是迄个查某，我就知影迄个查某有问题哦。我就是无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欺骗我就对不起我。你对无出的感情，你硬讲你无清楚，啊，毋过无出对你的感情，敢讲你毋知？你是阿梅的阿爸呢？阿梅对你遐好，对咱皮甲嘛遐尔好。就算讲阿梅也有迄个心啦，伊嘛无法度吼留着要咱平价啦。啊，不管你安怎讲啦，反正我绝对袂甲阿梅离婚的啦。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下长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我？